昨天晚上你和江妹妹，不是我说，你跟这赵王啊，真不愧是亲兄弟，都被江氏迷的是神魂颠倒了。哎，就你这条件，日日挺银枪，夜夜做新郎都行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这女人啊，你是千万不能宠。你宠她一日，她对你撒娇；你宠她2日，她对你撒泼呀。哎，你若是连续宠她3日，行，哼，上房揭瓦的胆儿都有了。你对我句句不离江氏，到底是何意？我这不是和你分享我的恋爱心经跟心得吗？哎，我不是跟你吹啊，我这些知识如果出本书，不知道得受多少年轻人追捧为恋爱圣经。为何一夜之间，你又变得如此不可理喻？要我说呀，你就算喜欢这个江妹妹，也无妨，咱哄一哄，骗一骗就行了。这女人啊，再漂亮，也经不起岁月的这把杀猪刀。你给我下去！我说错什么了？下去！停车！什么嘛？啊！这妞妞，你怎么下来了呀？被人赶下来了呗。七胜这个人情绪太不稳定。哎，我也不知道我说错什么了，发那么大的脾气。啊，娘娘，您昨天还跟太子殿下那么恩爱，怎么今儿又不好了呀？你再说一遍，我跟太子怎么了？恩爱呀。我跟他怎么恩爱？娘娘，这种事儿不用我说了吧？昨天晚上